来电三字，想念一遍，经过心不慌。天地玄黄，日月微光，今天轮到我云石上扬。左手掐诀，右手写符，不是迷信，是心情加固。浮生无量，或走他路，能量启动，请注意脚步。急急如律令，好运来听令，美云丰盈，财运显行，金光复护，百邪不侵。我打起心，步步行。急急如律令，心诚则灵，从头到脚都放光明。三界之内我最清净，这一天叫做上计。口来放一道平安符，手记桌不是太极葫芦，遇见黑狗对他点头。他说你今天气场像神兽，不是迷信，是善的循环。心念一动，天地就转，道法自然，我顺着走，好运自己念在右手。急急如律令，好运来听令，美云丰盈，财运显行，金光复护，百邪不侵。我打起心，步步行。生活难获生土，中央移动，万邪无阻，洗尽生水，背水生木，五行旋转，我路路中途。一来平安，二来财，三来桃花，四来财，五方土地六合开，七星八卦九方台，十方护法都到来，笑一声。福气自己在。急急如律令，好运来听令，过去不纠结，现在清醒，金光复护，心境太平。我